放在苦口精神如不死。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长的，有矮的，有胖的，有瘦的，有骑马的。小的啰嗦，快讲！回到一个少年壮士，少年壮士，这样。原来我刚才看见他往那边匆匆而去。来了，转慢，将军，命他带路。真滚，走。
情深。
周家姑娘，快去帮花轿乡人唐僧嘞！老兄，我龙都叫破在，还不见张不兰之宝。是啊，我刚上个不那么差大劲，那是花是提生死灵，关于挂不挂，为骑兵老呀。走。
要城里有不让的人家不插起大戏，这可不行，就要你别吓我怕死了，快去呀，快去！老爷，如何？不然插大祭司在家，不然哦，就家安站在上，就下官一拜。老爷，你拜错了。就家安身在上，就下官一拜。老爷认错了。那你脚前插的布兰机，我问哪位是就家安人啊？说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都不是。那有这个道理？要是道理嘛，老爷你来话。风是情，去山万了。好，来呀！哎，于老爷爱家爱物，把茶夫兰大吉沈家的姑娘一顾不虑，统统请来见我。周家姑娘听了，本次月来实在是风云皇武，所造周家二人张布兰，请问你们哪一位是布兰姑娘啊？老爷，哎，我们城里都姓张，有布兰的都叫张布兰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都叫张布兰，都叫张布兰，都叫张布兰。都叫张姑兰，叫张姑兰，也叫张姑兰，都叫张姑兰，不是？好，来呀，把他们统统按我月牙一起分责。
正为家。走。我以为中国王恩并有计，恰不了情德之中风过气。冒人忘恩，犯的是欺君大贼。当年万岁有言在先，哪家他不来大吉，谁向哪家报恩？你们不识图报，反是有罪，这不是你们犯有欺君之罪吗？你是娘老孙子，娘嫂是我亲耳所闻，真是是娘嫂。那这层差的不来吉，也是你的旨意了，真是我的旨意。就叫恩人在上，人下我也罢。又不是我家女儿的。哎，我女儿的父门啊，还不是一股生骨。父亲，你有我的女儿，不问那情，家在上风啊，苦等天。府中迎来居家人，已经过得须知人。他是金风灯光恩，万岁家人心内，包括你一道身子到若呀，几块路走过岭上上金不巧不幸，三个月的一姑娘，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？夫人放心，只要夫妇到，好吃不为说了。兵大人、清朝大人到。哦，有请。哎呀，夫人，有请。万岁！
走。恩师大人，当年你为报身家，功高息顶，今我亡命出行奔源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辛劳了。这是万圣里一点心意，快报销了。言其何必是此？有。当以为是冒失报家，身经路过此地，竟是就地中游，真是感慨万分呐！言其恩师那位旧将人，你在言其的府中。是啊，万圣我几经周折，说了有说，方了有方，好不容易才说到救家恩人张布来下落。如今他赠我们家女儿在御花园与我你，言其劳苦功高，待我追命身上定算重赏。但是请旧将人前来相见。有请不来姑娘。有请不来姑娘，有请不来姑娘，不来姑娘啊！恩师，他来了。再来向你恩人进贡，请大人为禀万岁，明日不就进贡，望万岁施恩于张家期，众乡亲。恩人杀生万事，不请万岁立个手上。这是华丰臣将当年救家之事两表大会，一笔呈报身上。是啊，请姑娘讲个明白。大人请听。3年前，万人营地在君王，为其中是怒将他心内藏，一兵为兵杨营路。我因的远志到江湾，对对那的兵不为
为生不来于此境，岂能作声？大帅不行，那让我灭绝君王。哈哈哈哈哈！李大万岁，真的是来报你称骨之恩吗？不为报恩，那庄我这人呢？那是为些当年之臣，当年之臣啊！大帅，金家堂当万岁，藏在水晶之中，那是有意领用。本司令放进本宣言，那是万岁司令，那是万岁圣旨。万岁令我现在专案你归还。大人，小女是当年相救，乃是一片真心，真是我是也君王啊！短枪困不当不长，来呀！大爷杀好！万岁，我都听清楚了。好，从今日一个女儿也是救驾而成张不兰。是，你在说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本钦察知道你的女儿聪明脸熟，才貌上进，就有相助之意。今日那是天时良缘。因为是代代，那定下了条，另外怕什么？万一官会忽然出征，更是万无一失。是，这是为师一片好意。难道你经久不切，想去把酒不成？万圣伯伯，万圣伯伯，起来，起来！好，叫你女儿梳梳打扮，
明日早在我启程进宫送恩师。就可有陪我关系，纵然什么也关事，我共真空之位，到那时你我当上成功今夜文中才是你呀凭着一腔小人，惊得我的娘多都管不平。娘定着教训女儿句句一用，尽着自私们，女儿是难从命。木兰记心里认真，与我情意相投，我怎能做着上天害你此事啊？你什么义勇？为吾不但要得罪钦差大人，我要难负皇上圣明。
呀心沉，牛头。我荆棘而北，松中情，三代音乐成心而心更比。神奇的遇难从九线上升，多亏你才被关税，赐予情人。神奇的金袍同情。
公会。小女子实在是不归当啊！你是我的救命人，心事不归呀！万岁，我有话，有话生死不放啊！我是怕万岁要发怒啊！你是我的救命人，今天竟出马国王，却当寡人，我就不归成于你呀！此话当真？哎，真无戏言呐！万岁，你知道我是谁呀？你嘛是我的恩人啊！万岁，我并非是张不兰。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国王早就知道了，想当年你是假的为民，故而将你以不兰为凭，高查大计。万岁，小女子实在没有救家之恩啊！哎，你今天是等多喝了几杯酒，将其救往来啊！万岁，我并不酒醉。那，满口在望，万事不对呀！万岁，小女子有欺君之罪呀！好，故杀你不对呀！哎呀，万岁，小女子并非是张不兰，乃是老命定体假热病。万岁，张家的眼中查不兰真会难分，张不兰娘恩于中心地认真，弟弟为爸王恩领，比我妈咪上亲人。那不肯不来，从我来，那是弟弟教育我的，你讲什么？我真开。我这是家务是原因，万岁百年不用心，不良我名字上是何人也来我伤心，做难又难，难杀人。你的到底是弟弟乃是谁？乃是儿的父亲。毛门登基，胆大包天。万岁，我有话。我以为你是个有道明君，恰原来也是个糊涂昏君。糊涂什么？昏在哪里？我是王爷难为父母相逼，岂能不容？今故面君可谓是心小，你这人恩身为滚动，吐了真经可谓是心中。小女子忠孝两节，何在之有啊？万岁呀万岁！倘若小女子进得宫来，不将真经也分不出真假，是今偷了真经，发了本章，君无戏言，请万岁三思。万岁，我还有话要讲。好，起来讲。
天生才老真叫不忘怒满腔下令查判被用西蒙是太小，只怕是平运轻巧，内中藏啊。女儿奉命进宫里，
伤到了我，怎么什么王朝？你造反了我的牙，伤到了我的啥？什么事情啊？他当翻了我的牙。你这位相公家中何人犯病啊？袁太爷的夫人，袁太爷的夫人犯什么病？心病。我家师傅会看病，你叫师傅？我师傅乃是另外有名的王官仙。是啊，长春乡白流里不争不要钱啊！三代祖传一心品，保证灵年。我家老爷真要照顾超子先生，先生啊，请。这位先生言道：“不争不要紧。”有请先生。先生年少风流，这样管得到招哦。是有一的，70岁呢，已8、9个年头了。哦，实在也是如此。先生不但为坤乡，还为士兵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先生，我患的是什么病啊？夫人，你是无奈之妻，不要顾虑，一马戏为乱，实乃心病啊！心病不佳。夫人心中听你所思，故而众人面
不落，去长不清，实际而为生病。哎呀，是个真啊！先生啊，此病苦死的。方便，只要把夫人心内之事统统吐出来，家具疙瘩，明天马上去夫妻。先生，此时看来，先生的相册也定准高明了。灵不灵，当然是你真不真的不予放肆啊！那么请先生作为我这个事。夫人，你还要出事了？有，拿请。先生啊，是一个因子，因是口中一个大事，是因可查可拼，即是我说，变化无穷呐。先生，不知这因是有何说法？老爷夫人，请坐下来，听我慢慢地道来。老爷夫人，听。
济公。他们的女儿，先生啊，你花贵不下去啊！哎呀呀，你们不要杀气嘛！二将银子擦给平，平着还是生一口还是银子里面一股大不是大不吃恩是神，下面加一那是一个还是弟兄费用，实际上老爷夫人沐浴去，再是还家老爷家要放前去。老爷啊，为国前进要教大运，朝阳公主封后王。先生啊，你是我女儿不要忘本了。是啊，我女儿进京一月经，为我不见把事包嘞。老爷夫人啊，今天老爷母亲叫凡事保下干王桃，此去莫成为龙山的姊妹。要是万岁小心点的话，日本人啊还要进入这个丈母娘进宫去举事嘞。哪有丈母娘进宫之礼？若只有这个上人阿伯才能进宫议事，今天私坐。万岁当着两万文武大人面前，叫我一声不让大人。哦哟，先生啊，弄到我荣耀不荣耀，开心不开心啊！老爷啊，你在金银之上可要说得小心啊！先生啊，再吃下去。好，听了。好。三将银子拆开去。哎呀，不好！高
用一副替身法，最好找一位年龄与你女儿相仿的女婿，代替这些为不孝敬，岂可以风俗花间？找一个年龄与我女儿相同的女眷，你我女儿相同的女婿。在哪里去找啊？行啊！哎呀，这太巧了！先生啊，女满张不来，正好我女儿年龄相仿。女满张不来，正好与你女儿年龄相仿。是啊。不过。那么我要当面看下方庭之章啊！先生，你还要与他当面看下？当面看下，真是不相见的家女儿啊！事上不便，那就算了。那这女们就关在袁衙牢哟。女犯是关在袁衙牢狱。哎呀，这袁衙牢狱我怎么去的呀？哎呀，这袁衙牢狱嘛，是我家老爷所关。哎呀，这是王法，可是不得呀！王法是啊。先生啊，你这懂得察日看相，这官上之事你就不懂了。要倒是天高皇帝远，你管他什么王法此法？在这睁开眼里，我老爷说的话就是王法。你进，你叫。上家去，不知大人要问哪一家？请放救将臣张过来。张过来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这就是胡来的情况，真好。
望见路，娘亲你家贫真能度，心困想生死一定，万分什么想？先生，请。你是谁？我是3年前陪你相救的壮士。壮士是啊，是就变了皇帝。
上三斤多牛哎，不然做完了一盆，我少女手可怜我难抓起人生，我带好金老妈，我母女两一分，今生归来是不然你还要花言巧语欺骗百应之心，天意之不枉真为家与情。不从以往反馈
路之中苦长挂牵，你尊上苦剧问从之，上海离开先回来，今来回山上过金水烟雨来，龙不难长假这位女侠，突遇太强，忽然时间长了一些。云人不必心塞，你究竟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她的丈夫啊！好你尽管冒充丈夫，快我不把你关押起来。先生，你怪不得他是根据什么？讲啊，他真是我的夫君。听到了没有？好，你俩既是夫妻，先生，催菜我来。先生，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告诉你。什么事？你家岳母已被人杀死，从他身上得上这一张。你丈夫也是如此凶残，连国王亲笔写的长子也告不正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是在遭遇孤王。好，告诉先生，你到哪里去？我要到民政府去高唱的。今天的晚饭去不得。为什么？今天乃是民政之府随单之际，四方官员前来请入，你不要自讨苦吃了。他出他的心，我告我的他。莫非你是忘亲不亲？非忘亲不亲，有人替你撑腰，不能撑腰，家中有万贯家有没有说撑开？哎呀，先生，我看你还生了这个气吧？那是没有忘枉法！哎呀，先生，枉法从来就是苦人。
哎呦，我们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
我等还是升堂立案为好。好，此次请喜大人、贾大人同升。来呀，在升堂，升堂。快在其他的脸上就便宜了的，快点去，我要他。有的，上来拿去看。惨死了！万岁爷为何？明明白白，你们不是不明，为我谁有高才了？对呀，两位大人，万年前死的有理，我等还是当堂审判。他人之间，当堂审判，当堂审判，此就审。最大人。
高长生跪在堂下，里外成军，这来老夫耳聋眼花，痛不起，哎呀，听不明呐！啊，那你去用你才起身，爷速来。放在乱棍叫声，双足顶头，站不起来。对，来，叫他无聊起来。你去，快叫啊！好，你听呀！你只要50岁为人生。进关不高皇帝老张仪，欺君犯杀人犯罪。按一千将千骑红字进宫，由钦察大人亲自护送，命罪方圆百里，诚然见之。你告他冒人忘恩，从无赦去，请为九子父。夏之远既不为毛令王爷，那么为什么将金家子女来世大印关在死牢之中？夏之远，我有此事。徐大人，为什么做此事啊？做此事，那我来问你，你家夫人为什么人世光火，精神不定呐？我夫人万一与你何关？那么为什么有名误到死牢之中，为女满张夫人开枪？你个差事哦！你真是无神不道，无众生。
员生意无高，你可有真神？有他女儿贾有名之身，来呀，传贾有平，传贾有平。大人，此人虽说是为着子女，怎奈冒领忘恩之事，却是钦差大人少子病死矣。钦差大人到。今天是知之不水，担之己，我怎么能不来？老夫也是做事儿来哟。哦，巧啊！请，本是皇圣目睹招生了，冒领忘恩。去！曹大人，方才假词而奉人，冒领忘恩一事，这是曹大人你的主意哟。我想不到今日升到本钦察头上来了，贾子元，我认你本钦察无缘无故，为什么要唆使女儿冒生忘恩？本钦察公此行早进江里，难道自传从自大，让女儿冒领
本情长，出生这事保护身家，如今难道为了一个酒家女子，官了先锋进去，追想揭露吗？子曰，今他在大道之上，你是不是下不了蛋？听口大地，过心可闯胡乱造风。今日有本钱藏在此，令我重生的造人。哎呀，大人，为这今日在公堂之上，恰是下不了蛋，让外面去哪里来的风雨之夜本月，我把大人听得。来呀，有将这高尚的送这不是大汉，押进4楼去。你为他说话，莫非他有情非情，有故非故，非情非故，那你定是受了他不上好处。实不相问，还是我要的他都结了痛快，在他当时上，王法永